台中大甲妈花园昨暗伫大甲市区因为信徒上过热情，安坐台顶的时间嘛长着，饭店妈祖銮桥才入庙安坐。虽然即届事件无相拍冲突，也毋过昨伫大甲市区有团体小姐要接驾冤家相骂，加上警察出面处理，冲突才无扩大。大甲妈銮桥都还未到，准备要接驾的人已经开始咧杀来杀去咯。双方因为安尼起冲突，也个冤家。4月30暗时，大甲妈花园伫咧大甲运庄的时阵，都有真侪人伫咧现场抢要接驾，所以才会安尼互相杀来杀去。警方看到，赶紧介入，避免冲突变严重。应该团体在场等候多时，且内部的团员在场均有饮酒，因人潮众多拥挤，团员酒后相互推挤而发生的口角。大甲妈绕境回銮，伫咧4月30登来到大甲市区内，规个街路是闹热滚滚，人也挤甲杂通通。原本銮桥按算伫咧暗时就会登来到镇南宫，也毋过嘛因为信众伤过热情，銮桥一直到饭店才来到庙埕，比往年较晚1点外钟。信众将顺序甲副路马、美酒马，也有正路马，请登去神龛了后进行安坐大典。镇南宫董事长甘清飘嘛表示，这届过程比演过拢较和平，嘛感谢大家配合。这回嘛吼，票啊交民主，吼当干事交民主，无来见冤家拢小胜伫我遮，即摆拢无连烧妈都无啦吼，所以讲伫遮咧，咱的妈祖有灵感无？哇！镇南宫表示，这届绕境拄等防疫解禁，甲劳动节连假，人丁增加真济，算咧差不多有300万人参与，这个规模嘛拍破演过的纪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